來吧，我們談話吧。首先這個診斷啊，我們現在還是考慮法勒斯联徵，它是一個以前比較常見的一个先天性心臟病。為什麼叫4聯徵？主要是因為這個心臟啊，它有4個主要畸形：室間隔缺損、主動脈急跨、肺動脈瓣這邊的狹窄、右室的肥厚。那麼這種病呢，大部分需要早期在1歲以內要做治療的。實際上有超過一半的病人他是活不過1歲的。那麼您呢，現在能夠存活到59歲，快60歲，是有一定原因的。您的狹窄的程度不是很嚴重，到這麼長時間以後還是有代價的。因為心功能變差了，所以呢，你會出現這種全身的水腫、呼吸困難。手術的目的就是為了把這個心臟的幾種畸形全部給它矯正。我們手術操作的主要部分，這個心臟是要停跳的。這段時間心肌是完全缺血的。所以就會造成缺血性的損傷。大部分的病人是可以耐受的，但對於您來講呢，這個過程可能就會要漫長一些，甚至會出現一些困難的情況。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一個問題。所有的前面講的這些風險啊，都是我們親身碰到過的情況，希望你們對它有一個了解。來做這個手術的決定的時候，並不是盲目的。所以我通常跟那個病人家屬講呢，我們醫生呢會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。出現任何問題，我們都及時去處理，這個我們是能做到的，我們也有實力去做這個事情。但是呢，對於家屬、病人來講的話，你們就要考慮最差的結果。如果覺得能夠接受，就做手術；如果覺得不能接受，可以再等等。